台铁产业工会指出，交通部最近帮台铁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加薪4成5万外块，可当对今年的1月开始了。工会是批评讲，基层的员工想要加薪水是真恶，公司化了后，总经理甲董事长上好过。我们的这个国营事业的这个董事长跟总经理的这个薪资部分都是全国都是一致的。那至于我们现在禁用的从业人员的这个薪资呢，我们已经报奉这个行政院尚未核定下来。不过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如果说是明年调薪3%的部分，当然会跟着调薪。是对的。台铁的高层表示讲，董事长甲总经理的薪水是对国营事业做调整哦。员工的调薪方案嘛已经报请行政院，是搁还未核定。若是军公告明年调薪3%，台铁嘛对调。台铁工会是要求交通部和行政院应该爱先冻结高层的调薪案，等下台铁完成安全的改革，再来调整。